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5月3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错误的引导。我们要来看士师记第18章6到10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人可能有许多计划，但只有上主旨意生效。箴言19章21节。当人眼中没有上帝的时候，无论是个人、是家庭、是一族，都容易会任意而行。上几集我们都听到，当心中没有王的时候，就任意而行。那个王就是在指耶和华上帝。圣经先记载但支派的人寻找居住地，这本是件好事。然而他们的任意而行就在这事上表现出来。但这个支派就是这样任意而行的一族。昨天我们谈到但支派的5个探子发现少年利未人是做祭司的，便请他求问上帝，为他们指引前方的道路。祭司随口说出他们盼望听到的话：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去，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。是真的这样吗？后来探子发现拉益这个世外桃源，就越来越认为是耶和华为他们所祝福的。这样的发现使他们更深信那少年利未人真是祭司，是神人。任意而行有时也会有好机遇，甚至好的收获。这正是叫人越发任意而行的原因，因为反正都得好处，是懒得理说合乎真理或是不合乎真理，是合乎神的心意。那有时候选择神的道路，反而好像碰到一些的阻碍，不大通顺。其实人很容易掉进这样的一个陷阱，正是因为这些外表的平安好处，容易走偏离开神的恩典。这5个探子大有信心，他们看到拉益城之后，他们就回去他们的兄弟之间，并假借上帝的名义宣告：上帝已经将那地交给他们。他们的信心建立在他们看见拉益的居民过着安居的生活。他们认为拉益是容易征服与攻打的对象，好像他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的画面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画面好熟悉哦，好像是约书亚跟迦勒他们去勘察迦南地看到的画面一样，他们好像这样的复制哦。然而这样的信心并不是真正的信心，也不是从上帝来的引导。上帝原本赐给他们的土地并不是拉益这块地，但人原先分得的产业是在沿海一带，索拉和以实陶就是其中的城镇。但是呢，因为那地的亚摩利人强悍，但支派的人不但遇到他们顽强反抗，更被反制，不得安宁。所以他们就派人到偏远的北方去另寻居所。他们按照自己眼前所见的益处来打算，甚至将在拉益展开一场杀戮，
为要赢得拉邑作为他们的地业，这些举动都是出于自己的私欲，仅凭眼见，而不是出于上帝的心意引导和敬畏上帝的信心。先知以西结曾斥责假先知，说他们诱惑的百姓，说平安平安，其实没有平安耶。这是记载在以西结书13章第10节。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，有高山有低谷，有时一开始并非一帆风顺。如果我们专心遵行他的话，纵然眼前会暂时遇到一些的困境，全能的上帝必定会一步一步来带领我们转败为胜。真的非常可惜但支派的人没有学会这样的信心，信靠上帝的引导，他们没有忍耐到底。我们来默想，以色列人心中已有既定的计划，才来求上帝为他们成就。我们在向上帝祈求的时候，是否也有类似的心态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唯有你是真神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和目标。我们要单单听你的旨意，全心来跟随。愿你赐下你所赐的圣灵来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来遵行你的旨意，不偏左不偏右，向着你所为我们预定的标杆直跑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，并给我们好评，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